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黎生頻道嘅今日 topic 節目，我係 Charlie，你亦都係叫我黎生。我而家同大家匯報呢個2025年5月份嘅市場報告。因為好多朋友反映俾我聽呢，我每個月嘅市場報告地區咧講得太多啦，時間好長，所以希望咧我能夠咧每次咧專門一集專門講個地區嘅市場報告就夠啦。咁樣嘅話咧，呢個時間咧就可以短一啲啦。我採納大家嘅意見啊 ，OK， 所以咧。今次我同大家匯報嘅地區係萬錦，只係萬錦呢一個區。房型咧同樣係只係針對3房嘅 freehold townhouse 單車庫同埋4房嘅獨立屋雙車庫。好，睇睇萬錦嘅3房單車庫 townhouse， 一直到5月31號為止，成個萬錦上市嘅數量總共係94間屋，唔算好多喎。咁睇睇5月份一共賣出咗幾多間屋啊？係15間，成交量好少啊！上個月咧，亦即係4月份啦，成交量咧係16間，咁即係2個月都差唔多啦嚇。5月份賣出嘅15間屋咧，主要分佈喺呢個 Victoria Square、Unionville、Bursey、Visma 同埋 Cornell。而芳丘嗰邊咧就冇啦，芳丘嗰邊冇一間3房仔屋嘅屋賣出啊！我哋睇睇賣出嘅中間價。中間賣出價係115萬，喺市場上平均時間13日。對比上個月咧，亦即係4月份嘅中間價咧係1118700，上漲咗 2.8% 喎。諗唔到啊！唔好以為咧依家房價喺度下降緊喎，3房嘅 freehold townhouse 咧有上漲啊。好，睇睇最低價，最低賣出價係915000。對比4月份嘅946000下降咗 3.28%。通常呢種咧最低賣出價嘅屋咧個狀態咧都好差㗎啦。呢種最低賣出價嘅屋咧只能夠做參考嘅啫嚇，唔可以用嚟直接做對比嘅，即係好似賣最高價嗰啲屋一樣啦嚇，亦都唔可以用嚟直接做對比嘅。如果唔係咧，你嘅市場分析價咧就唔準確㗎啦。但係咧我哋都要分析最高賣出價嗰個價錢同埋嗰個屋嘅狀況嘅嚇。咁而家睇睇最高賣出價係幾多？最高賣出價131萬。對比4月份最高賣出價132萬，下降咗 0.76%。幾乎咧冇升跌啦。我哋睇睇最高賣出價呢個131萬呢間屋係點先？呢間屋咧係喺 Castries 社區。呢個 lot 咧係24.63乘以85.37 feet。basement 有裝修。有廚房，有個臥室，但係個 driveway 咧只能夠停1部車。咁你停咁少部車，你個 basement 點樣出租咧？既然唔出租，你做個廚房嚟做咩咧？好多 buyer 咧買屋嘅時候咧忽略咗呢個重要問題啊！呢間屋咧係2001年建嘅，1650尺。我哋睇睇呢間屋嘅圖片啊！呢間屋嘅外形都幾靚噶。大門入嚟後就係呢個 living room 同埋 dining room 啦。living room 嘅面積有啲細喎，唔係咁好擺放家私喎。呢個圖片咧可以睇得出啦。呢啲個 living room 咧就好細啊，好差。地板咧係新鋪嘅 engineer hardwood， 扶手改咗呢個玻璃，其實呢種設計唔係咁好嘅。牆身同埋司頂咧都係重新油漆過嘅，9尺嘅 smooth ceiling 有 port line。從呢度可以睇得出呢間屋咧，至少1樓咧係有新裝修嘅。好，睇睇個廚房先。廚房嘅對面就係 family room 啦。廚房亦都有新裝修嘅。呢種 island 嘅設計唔係咁好睇啊。好似喺中國嘅豪華公寓入邊嗰啲廚房設計啊，不中不西，不洋不土啊，不倫不類。廚房嘅地磚選擇咧亦都好怪啊。大 size 嘅 course 做地磚本來就冇問題嘅，但係選擇呢種花紋咧。哇，好老土啊，好難睇啊！廚房嘅櫥櫃咧就只有30寸嘅貼膠片嘅，唔單止低檔啊，成個 taste 都好低啊！佢個對面係 family room， 面積亦都好細。你睇下，放咗一張雙人嘅沙發之後咧，就冇乜其他空餘嘅地方啦。呢個電視機咧就掛喺2個窗之間呢個位置。請問你點樣去睇電視咧？呢個同呢個 station 公司擺放嘅水平太低有關啦。上2樓睇睇嗰3個房間，呢個係主人房，面積都幾大嘅，幾寬敞嘅，唔錯嘅。呢個係主人房嘅浴室，亦都係新裝修嘅，但同樣係低品味嘅地磚、低檔嘅 vanity 材料。
牆身鋪嘅亦都係同地磚一樣嘅低品味嘅地磚，所以成日整體感覺好庸俗啊，唔舒服啊。嗱，呢個細房間面積比較細，只可以放張單人床。嗱，呢個中房，仲係可以放張 double size 嘅床嘅。呢個公共浴室，所有裝修材料都係一樣嘅，所以亦都係3個字：低品味。睇睇地下室，地下室已經裝修咗啦，面積亦都唔算好大。呢度放張大床，但係冇隔出嘅房，係一個 open concept， 所以呢個理論上係唔叫一間房嘅。但係佢喺 MLS 嘅描述入邊講嘅地下室有一間房，咁呢個係呃人嘅嚇。有個客廳，有個廚房。嗱，呢個廚房裝修得幾靚嘅。嗱，因為全新嘅裝修啦，電器亦都新嘅，所以都 OK 嘅。洗衣機同埋乾衣機亦都係全新嘅。一個全新裝修嘅浴室，但地面鋪嘅係 laminate， 唔係瓷磚。咁嘅話咧，唔使過幾年啊，呢個 laminate 地板咧就玩完噶啦。後院全部硬化咗，寸草不生，光脫脫，毫無綠色嘅生氣啊！嗱，呢個係明顯嘅賣房前嘅裝修啊！嗱，呢種裝修咧，只能夠嗰啲只重視外表同埋只重視新裝修嘅買家嘅。咁呢間屋咧，用131萬買落嚟咧，其實咧係賣貴咗噶啦。即使呢間屋係好嘅社區啊，但係呢間屋根本係唔值131萬嘅。嗱，呢間買賣雙方嘅經紀咧，其實都係華人嚟㗎，而且要注意嘅係雙方嘅經紀公司咧，同一間公司嚟㗎嚇，怪唔得啦嚇。嗱，希望呢間屋嘅買家呢個 buyer 睇唔到我呢個影片啊。好，接落嚟睇一睇賣出最低價呢間屋係點先。最低價係915000。嗱，呢間屋咧喺 Vinegar Hill 社區一般啦，地理位置唔係咁好嘅。呢個 lot 咧係17.81乘119.23 feet， 好細嘅。basement 咧冇裝修，佢係 walk out 嘅 basement， 冇廚房，冇臥室，但係個車道咧可以停2部車嘅，係長 driveway， 幾好嘅。嗱，大家要知道咧，嗱，長 driveway 同短 driveway 喺價格上咧有幾大分別喎嚇。嗱，通常咧係有5萬蚊嘅差別㗎。又比如咧2樓嘅3房1個浴室同3房2個浴室喺價格上有幾大嘅差別咧？嗱，如果按 freehold townhouse 嚟講咧，其實係有7萬蚊左右嘅價格差別㗎嚇。亦即係話，如果一個 freehold 嘅3房1個浴室短 driveway 對比3房2個浴室長 driveway 嘅 freehold townhouse 咧，兩者嘅價格啊，通常可以相差10萬嘅嚇。所以你睇房嘅時候咧，同埋賣屋嘅時候咧嚇，千祈唔好忽略呢啲關鍵嘅細節啊！繼續睇睇呢間屋。嗱，呢間屋咧係1999年起嘅，1359尺。睇睇呢間屋嘅圖片先。嗱，首先咧呢間屋嘅外形咧 OK 嘅，係傳統嘅 freehold townhouse 嘅造型。嗱，因為佢係 walk out 啊，所以前面咧通常咧都有8部級樓級啊。但通常咧係由車庫入門㗎啦，咁樣咧比從大門入門咧要方便啲。不過咧，你入到去咧，同樣要上樓梯去廚房啦，所以 walk out 咧唔一定就係好㗎嚇。咁啊，從大門入嚟之後咧，咁呢個位就係 living room 同埋 dining room 啦。樓梯旁邊，嗱，呢種 layout 其實唔係咁好嘅。嗱，呢個地板咧唔係新鋪嘅，而且呢種地板嘅質量唔算好好嘅，屬於低檔嘅工程板。嗱，呢種牆身同埋司令都係同一種白色咧，其實好低檔嘅。華人好少咁樣咧，將牆身咧同埋司令咧油成咁嘅。睇睇廚房，嗱，呢個廚房咧亦都係應該20年前裝修噶啦，只係咧將櫥櫃啊重新油漆為白色嘅啫。你睇下個地磚同埋 countertop 咧就知道啦，係20年前嘅裝修風格啦。廚房面積好細，位置差。嗱，in kitchen 咧呢度咧做咗好多櫃，本來面積都好細噶啦，而家就更加細添啊！咁啊，呢個咧就係2樓嘅主人房啦，面積還 OK 嘅，地板係新鋪嘅 engineered hardwood， 同1樓嘅地板嗱又唔一樣嘅材料嚟㗎。牆身同埋司令咧都係統一嘅白色。嗱，呢個主人房嘅浴室咧好細啊，而且咧都係20年前嘅裝修啊，但保養得仲係幾好嘅。嗱，呢個中房可以放張 double size 嘅床，加2邊床頭櫃，但細窗唔係大窗。公共浴室咧同樣係舊裝修啊，但同樣保養得好好嘅。嗱，呢個係細房間，只能夠放張單人床，或者只能夠做一個辦公室啦。
後院保留咗一啲草坪，都幾好。但係同鄰居後院中間咧冇起 fence 啊！嗱，呢種情況咧，以我從業嘅經驗判斷啦嚇，係呢個屋主咧同呢個鄰居嘅關係唔好啊，所以咧作為一個 buyer 咧買屋嘅時候咧要小心對待啊！正所謂近親就不如近鄰啦，一個好嘅鄰居咧其實真係好重要嘅。嗱，呢間屋咧要我打分嘅話咧，最多係6.8分嘅啫。而家咧呢個915000咧價格咁啊，當然就 OK 嘅，因為你價格咧就算低嘅啦。嗱，依家3房2浴室長 driveway 嘅 freehold townhouse 咧，其實最低都要95萬嘅啦。不過咧，因為佢呢個區唔算好啊，所以咧先至915000咁低嘅價錢啦。如果喺其他社區咧，即係甚至佢旁邊嗰個 Market Village 嗰個社區咧，都要95萬嘅。好，接落嚟睇睇萬錦嘅4房雙車庫獨立屋，一直到5月31號，咁啊成個萬錦上市嘅總數量係281間，啊好多啊！咁啊4月份係252間啊，同樣都係好多嚇。咁啊其實咧好多都係4月份賣唔出咧，去延到5月份嘅，所以5月份掛牌數量比4月份多，其實都屬於正常嘅。睇睇5月份賣出幾多間，係48間啊！嗱，4月份係59間，成交量咧比4月份要少啊。咁啊分佈咧比較平均嘅，每個區都有。我哋睇睇賣出嘅中間價，中間賣出價係1636500，喺市場上嘅平均時間15日。嗱，對比4月份嘅中間價163萬咧，上漲咗0.4%喎。嗱，你睇下，嗱4房嘅獨立屋同樣有上漲啦。雖然咧呢漲幅好少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啦，因為中間價咧係相對準確嘅，所以好難得嘅就係都仲有上漲喎嚇。嗱，呢3房嘅鎮屋頭先講啦，都有上漲啦，所以咧3房嘅鎮屋同4房嘅獨立屋同樣大家一齊都有上漲。咁呢個咧係比較好嘅勢頭嚟㗎。咁啊睇睇最低賣出價，最低賣出價呢個118萬咧，嗱頭先講啦，通常咧。最低賣出嘅價嘅屋咧，都唔係一個好屋嚟㗎啦嚇。咁啊，等陣咧，我哋睇睇呢間屋嘅情況係點先嚇。咁啊，對比4月份嘅最低賣出價119萬，下降咗0.84%，下降幅度亦都好少啊，亦都可以忽略不計嘅。最高賣出價係299萬8千，嗱對比4月份咧最高賣出價270萬咧，上漲11.04%。咁啊，我哋睇睇呢個最高賣出價呢間屋係點先嚇。好，最高賣出價299萬8千呢間屋咧，就喺 Davis Elbow 社區。嗱，呢個社區咧喺 Cashew 旁邊嘅，亦都係豪宅區嚟嘅。個 lot 好大啊，係242乘以256.09 feet，啊好大啊！喺個 bungalow，而且係2460尺嘅 bungalow，面積真係好大，好舒服啊！佢係1972年起嘅舊屋，咁啊前後花園係應該好大嘅，因為咁大塊地。睇睇呢間屋嘅圖片先。嗱，外形 OK 㗎，但係門前呢個 interlocking 咧，哇好舊啦。咁呢個位咧應該入門嘅位置㗎啦，前面就對住落 basement 嘅樓梯，然後咧四面咧都係牆身隔住，咁樣嘅 layout好怪喎。好，入嚟呢度咧就係 family room 啦，鋪地氈，牆身同埋司令冇重新油漆，8尺嘅 pocket ceiling 冇任何燈飾。嗱，呢種咧係舊屋嘅設計特點啊。咁呢間屋咧應該係冇新裝修㗎啦。睇睇廚房。呢個廚房亦都係20年前裝修㗎啦。廚房嘅面積唔算大，位置亦都唔好啊。呢度做咗個新 room， 咁啊主人房嘅面積咧亦都唔算大，亦都冇裝修。主人房嘅浴室哇好舊啊。咁啊其他房間同埋浴室咧亦都冇新裝修啊，面積亦都唔算大。地下室有裝修，但亦都係舊裝修啦。basement係 walk out 嘅。因為呢笪地咧係前高後低，所以後邊可以做 walk out 嘅。後院嘅地好大，後院有個游泳池。嗱，呢間屋咧接近賣300萬，咁啊真係有啲貴啦。嗱，你要知道咧，如果你再加至少30萬嘅裝修費咧，咁加上嚟咧都要330萬啦。所以咧係有啲貴嘅。好，我哋而家去睇下最低賣出價呢間屋118萬。
作為一個4房嘅雙車庫3浴室咧，喺萬錦居然有咁低嘅價錢嘅屋啊，咁啊真係要睇睇啦。首先睇 location 啦，喺 Balok，亦即係喺 Raymondville 旁邊呢個社區啊。咁呢個社區咧，亦都係舊社區啦。嗱，睇睇呢間屋嘅情況啦。Lot 比較大，係70乘140 feet， 亦都係個 bungalow，冇 basement，2110尺嘅 bungalow， 哇，算好大㗎啦嚇。咁啊，睇睇呢間屋圖片，只有一張圖片啫。嗱，好明顯啦，咁啊入邊係爛屋嚟㗎啦啊。咁呢個價錢咧，其實係只係買呢塊地嘅價錢嚟㗎啦。咁所以咧亦都合理嘅嚇。咁啊呢塊地其實咧都值120萬嘅。咁依家佢用118萬買咧都 OK 㗎啦嚇。好，5月份呢個萬錦嘅市場報告先到此為止。我哋下一集係 Richmond Hill 3房仔屋同埋4房嘅獨立屋，請繼續關注啦。多謝大家，我哋下一集見，拜拜。